人讲哦，啥啦工程师你不爱做老师，其实哦，做老师是我的梦想啊。我有一个学生啊，我的课叫小拍啦，小拍我就甲你开，掠在后壁，我讲你妈假笑呢，我台语课了假笑，等下弄话呢。你是罗马哟啦。无，你刚才讲啥？讲老师，你可以讲国语啊，我听不懂呢。好啦，无代志啦，遐济啦。上后出问题就是遐个啥，买便所的啦。大家便所倒来，就甲你讲哦，老师，我便所倒来，我头壳感觉介轻松的，你敢会？我讲我嘛感觉介轻松。伊讲，老师你头壳底使。这是算正常的呢，这正常的呢。无正常的全部拢无倒来啦，3、4个、5、6个拢无倒来啦。拢去互教官掠去啦，毋是食薰的来买粮的啦。我讲你安尼，互恁老师要安怎做人啊？迄伫校长的目睭内面哦，讲我摕钱请即个老师，伊是有啥物小路用啊？对不对？系啊，我这总算够一个，够一个过关啦哦，这太好听嘞！哎，因为这真正有内容的啊。是是。哦，足迷人的气氛啦。啊，迷人。哎哦，你假笑，拖去后壁弄。哦，这是阮做囡仔大呢，迄个气氛。我感觉吼，台语就要找着这款气味啊。